願因為平安從我哋嘅父上帝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俾大家。各位聖 Gabriel 嘅弟兄姊妹，早晨。剛才我哋聽完呢段嘅福音經文之後咧，或者心裏會有好多嘅疑問啊，好似耶穌喺度講緊一啲關於末世嘅事，定抑或呢段嘅經文又符合咗好多人喺度講緊世界最後嘅境況？或者我哋有時諗一諗，如果我哋返咗教會都幾年或者十數年我哋好似對呢段經文有少少印象，但又好似唔知點解，係咪真係耶穌講緊末世咧？呢度啊，尤其是我哋而家呢個世界網上嘅資訊已經我叫做而家去到爆炸嘅年代，每日嘅新聞嗰啲細路仔喺手機裏邊嗰啲短片咧，已經多到不能再多啊！當然咧，其中咧有一啲亦都而家有一啲嘅人咧，網紅咧，都係講緊嗰啲世界末日末日嘅消息。一時之間，我哋作為基督徒咧，都唔知點樣去回應。但係咧，首先有幾個立場，大家要明白嘅。第一，作為基督徒，第一要明白就係聖經唔係乜嘢預言書啊，或者唔係咩預言末世嘅書。聖經係神嘅說話，係上帝所默示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嘅。如果任何人或者任何教會利用聖經去話鼓吹乜嘢末日信息咧，你要小心啊！大家要小心。點解耶穌呢度有講嘅？喺第八節嘅尾啊，佢話你哋要謹慎，唔好受迷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名嚟話我係基督，又講時候近了，你哋唔好跟從佢哋啊！特別第八節講到啊。佢話時候近了啊，就係剛才嗰啲嘅關於嗰啲末日信息話時候近了。弟兄姊妹喺啱啱嘅疫情2020到2023年期間，我發現有好多網上呢啲嘅視頻咧，甚或有啲嘅傳道人或者牧者都喺網上邊度講佢就話時候近了佢話有瘟疫就係呢度11節講嗰啲瘟疫但係而家疫情過後啦，但原來仍然仲有人講呢啲嘅時候近了啊！我記得喺疫情期間有弟兄姊妹就發一個視頻俾我睇，佢話牧師你睇下呢段有冇咩問題咁樣樣。咁後來我就發現咧，嗰個視頻係嚟自一啲嘅異端教派，專門利用世界末日呢個嘅信息咧，去迷惑人，甚至係迷惑啲基督徒。我所以當時立即勸啲弟兄姊妹我話：你唔好再喺網上面周圍揾啲人講道啦，你要小心啊，因為佢哋已經喺網上面做呢啲嘅異端滲透。咁樣，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我哋要點樣理解耶穌講呢段說話呢？我哋翻第六節，第五、第六節呢度講耶穌就說：論到你哋所看見呢一切，將來日子嚟到，喺呢度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呢度講緊聖殿被拆毀。如果我哋用聖經背景同埋歷史去理解嘅時候咧，路加福音嘅寫作日期咧就喺主後嘅80至到100年之間。咁近年啲聖經學者就認為咧，最有可能就係主後70年寫成福音書，而主後70年就正正係呢度耶穌所講嘅聖殿被拆嘅嗰一年。所以耶穌講緊將要發生嘅事，我哋正話呢度第10節講嘅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其實亦都指緊當時嘅主後70年嘅呢個嘅小型戰事。其次，我哋要理解上文下理12至13節，佢話呢一切嘅事以先
人要下手拿着你們，逼迫你們，將你哋交給會堂，並且收喺監裏邊，又為我嘅名拉你哋到君王諸侯面前。但係呢啲事終必成為你哋嘅見證。嗱，呢度唔係講緊咩嘅世界末日嘅事，呢度係講緊當時2000年前羅馬政權去逼迫教會、捉基督徒坐監嘅情況。啊，經文提及係有人會捉拿信徒、逼迫信徒，將佢哋交去會堂，啊，為住主嘅名要坐監，啊，佢哋又拉到去君王面前。耶穌更提到，你哋要為我嘅名被眾人恨惡啊嘛。當時嘅12門徒，保羅佢哋就係被逼迫，甚至有人被殺害。然而主耶穌亦都提醒嗰啲門徒，佢話13節，呢啲事終必成為你哋嘅見證啊！所以呢度係講緊我哋作為信徒，聖經唔係要預知將來。反而係藉住聖經背景同埋歷史，我哋睇呢段經文，嗱就好清楚啦，又清楚明白係講緊當時嘅境況。當然啦，第八節啦，第八節呢度亦都講話，你哋唔好受迷惑，將來有啲人冒我名講我是基督。咁啊，特別剛才提翻疫情裏邊啦，嚇咁啊，真係有啲人係講我是基督喎。好多人受到呢啲嘅末日言論喎，感到恐懼喎。當然有啲異端教派，我唔知佢係咪睇咗呢段經文啦，佢講話我是基督。20幾年前咧，喺內地興起一個異端教派，叫做東方閃電，就係講一個女嘅農民咧，自稱自己係在世基督。佢嗰啲言論，佢話喺當時啊，喺農村發展得好快。後來呢個異端不斷去改名去迷惑人。佢話基督2000年前係男人，而家係變咗個女人。但係其實表面上佢扮到好似同其他教會相似。但係最終咧都係用呢啲嘅末日啊，用呢個基督論咧去恐嚇人，去跟隨佢哋。耶穌話不要跟隨他們。意思就係講我哋唔好去跟隨人。如果我哋要跟隨嘅，我哋要跟隨神。我哋再睇後邊啦，16至到19節最尾嗰個段落，佢話連你哋嘅父母、兄弟、親族、朋友都要將你哋交去俾官。你哋亦都有被佢哋害死嘅。你哋要為主嘅名被眾人恨惡。然而你哋一根頭髮也不損壞，你哋要常存忍耐，就必保存靈魂，或者呢個保守生命。如果用翻我哋剛才睇聖經嘅方法，用呢個嘅經文嘅歷史同埋背景咧，你會更加容易明白。17節，你哋會為主嘅名被眾人恨惡，就係剛才講緊嘅2000年前嘅羅馬。假如你係基督徒，你都極有可能被人哋恨惡。點解啊？因為你去信一個罪犯啊，掛喺十字架上嗰個耶穌係被羅馬政府當為罪犯嘅，所以你嘅屋企人、你嘅父母、朋友睇嚟，哎呀，點解你會信一個當時俾羅馬政府判刑殺死嘅犯人呢？所以對於佢哋嚟講係好不可思議嘅。所以呢度點解耶穌一早要同啲門徒講明？因為當時佢係去緊耶路撒冷，向住十字架嘅路。所以呢度講緊就係身邊嘅人係唔明白，唯有你係相信主。當然啦，今日我哋冇呢個嘅顧慮啦。我今日作為基督徒喺美國呢個冇宗教迫害我哋喺宗教自由我哋冇被眾人恨惡過咗2000年，去到2025年某程度好多國家對於基督教嚟講都形象正面啦。但係當然我哋講緊喺宗教自由嘅美國而言啦，如果其他國家咧，又是極權嘅國家咧，或者軍權嘅國家咧，
嘅基督教唔係受歡迎嘅，佢哋會認為教會係一個組織，有啲國家係唔容許教會開辦嘅，例如北韓咁樣，佢唔俾你開教會嘅，所以有一啲嘅宣教士咧就藉住帶職宣教，當然即係大家要明白，世界仍然有一啲嘅地方係對教會有抗拒。最後點解今日會讀呢段經文呢？按照教會嘅年曆，下一個主日就係基督君王主日，亦都預備我哋進入新嘅節期，將臨期呢個 Advent 迎接救主嘅來臨。所以就算身邊發生乜嘢事，19節講你哋要常存忍耐，就必保存靈魂。一個著名嘅德國神學家，宗教運動改革者，馬丁路德，佢曾經講過，佢話：假如聽日係世界末日，佢話佢今日仍然要種一棵新嘅蘋果樹。呢個就證明講緊信仰係超越死亡。我哋懇求主耶穌賜我哋有一份忍耐嘅信心。當然有時候，我想講，其實忍受艱難係容易啲嘅忍耐，因為我哋知道黑暗之後會係黎明。反而有時係無風無浪嘅日子，人嘅心反而容易被世界引咗去，漸漸忘記主嘅恩典。面對新嘅世界，面對人工智能、資訊信息萬變，但係有一樣嘢，我哋嘅信仰係不變。耶穌叫我哋常存忍耐，因為外邊嘅世界常常改變，唯有耶穌基督常與我哋同在。我哋亦都唔好隨便跟隨別人，亦都唔好俾嗰啲嘅異端邪說影響。耶穌一早已經告訴咗門徒，2000年前喺羅馬帝國裏邊提醒，今日仍然提醒，叫我哋信心能夠穩固。我哋求主賜下聖靈，堅固我哋嘅信心。無論環境順逆，我哋依然將信心交託喺主耶穌嘅身上。我哋一同祈禱，主耶穌，多謝你俾呢段嘅經文去鼓勵我哋嘅信心倚靠於你。我哋深知喺世上有好多嘅異端邪說，有啲人冒你嘅名嚟引誘人、迷惑人，甚至迷惑教會、迷惑基督徒。我哋求主，你俾我哋有一顆倚靠你嘅心，特別喺現今呢個世代太混亂，資訊太多，叫我哋不能分辨嘅時候，我哋要返到聖經神嘅話語裏邊，讓神嘅話語提醒我哋點樣去好好過日子，點樣常存忍耐，將你交託俾我哋嘅信仰，一直保守，直到永生。我哋咁樣祈禱交託，奉靠耶穌嘅名，阿門。